大家好，我係大圍嘅米高，今日同大家睇個金禧花園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大圍米高，可以加我 WhatsApp、微信或者打電話俾我查詢埋附近嘅租盤賣盤。多謝大家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有個鞋櫃，廚房係梗廚。有洗衣機、雪櫃、爐頭、抽氣扇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4人飯枱，有對流窗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啦。對住就係附近內園嘅景觀。洗手間係名廁。企缸設計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咗床之外，仲有位置放衣櫃。佢三邊有窗，非常光猛。對住亦係內園嘅景觀。另一個房間亦係放咗床之後，仲有位置放衣櫃。對住亦係內園嘅景觀。